Hello，我係 Alvin 啊，你哋嘅置業拍檔。有一個盤瘋狂逆襲，一個月過百宗成交，搖身一變成為掃貨王，集家族萬千寵愛在一身。今日同大家睇柏龍。今日會同大家睇一個773尺3房套加工人套嘅單位。先介紹翻個玄關位，呢個位置夠你哋做一個鞋櫃或者一個收納櫃。之後我哋再睇一睇個飯廳。呢個飯廳闊9尺，一埲牆有5尺，而靠近走廊一埲牆就有接近9尺。咁你喺呢度擺咗一個餐台，空間好闊落㗎啦。之後我哋嚟緊再睇埋個廚房啦。客廳闊度都超過9尺，露台同3間房都係望返超過26萬尺嘅園林會所。入到嚟寢居右手邊係一個客廁，廁具係發展商嘅標配。值得留意一點，而家好多嘅新樓客廁都係一個企缸嘅設計。而呢個單位係一個用浴缸嘅設計。咁我哋再介紹埋兩間客房，面積相若，都係尺成6尺，方方正正，擺放家具唔使點樣費心思。再入到嚟主人房，右手邊係一個主人房嘅浴室，同樣都係配備咗一個浴缸嘅。主人套房實用面積總共大約130尺，大家睇到亦都係一個方方正正，空間絕對夠你哋用㗎啦。唯一美中不足就係冇一個凹入去嘅衣櫃位。隨著北部都會區加速發展，加上政府喺錦上路站附近大興土木，相信日後嘅生活配套同埋交通只會越趨成熟。加上現時嘅成交價比當初買入樓花嘅時間仍然有一定嘅折讓。你覺得今日柏龍值唔值得你入手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想知道其他嘅樓盤資訊或者樓市嘅資訊，歡迎 follow 我嘅 IG、Facebook、YouTube Channel， 或者直接打俾我 WhatsApp 我都得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